而家介紹呢個樓盤位於觀塘海濱道133號萬兆豐中心中層單位，單位面積約2475尺，尺租約20蚊。單位全新裝修，擁攬開揚海景。大廈2011年7月入伙，有玻璃幕牆及雲石大堂，管理完善。大廈鄰近牛頭角港鐵站，交通便利。附近有海濱長廊、綠化園林、旺中大正，受惠東九龍及啟德項目概念，前景無限。如果閣下對以上物業有興趣，歡迎聯絡我哋萊斯物業了解詳情。萊斯物業，你的必然選擇。